爱情的真谛是浪漫还是相知？爱情这个古老而又永恒的主题，无数诗人、作家和艺术家曾经用他们的笔触、歌声和画作来诠释它的美丽与神秘。从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到今天的爱情电影，浪漫的爱情故事似乎永远能够触动人心。然而，当我们步入现实的爱情关系时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份美丽的情感，并不仅仅是浪漫的誓言、炙热的心跳和那一场场盛大的告白。爱情的真谛究竟是在于浪漫的情感表达，还是在于深入彼此的了解与相知？爱情的浪漫、心跳与激情的火花。浪漫是每一段爱情最初的面貌。它是两颗心彼此靠近时的那份魔法言喻的悸动，是月光下的相拥，是晨曦中的吻，是无数次的牵手，无数次的深情对视。在初识的时刻，爱情就像是一本未翻开的书，充满了无尽的期待与幻想。那时候的爱情，更多的是以激情和理想化的色彩呈现。两个人相遇、相识、相爱的过程，仿佛是一场美丽的邂逅，情感的火花在瞬间点燃，让人忘乎所以。这种浪漫的爱情，往往让人感到心醉神迷。每一个约会，每一条甜言蜜语，每一个拥抱和亲吻，都让人感到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似乎都集中在这一刻。对于年轻的恋人来说，这样的爱情常常是理想化的，他们相信爱情会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唯一的那个人，并且一切都会圆满美好。然而，浪漫的爱情也有它的局限性。当激情褪去，当一切华丽的外在装饰慢慢褪色，爱情是否依然能够保持那份最初的纯粹与热烈？浪漫的爱情虽然能够激发出瞬间的心动与欢愉，但它往往缺乏深入的理解和共同面对困难的能力。这样的爱情关系，也许在最初几个月，甚至几年内，能够维持其表面的甜蜜，但当两个人真正走进日常生活中，面对现实中的重重挑战，浪漫的爱情往往会显得脆弱。爱情的相知、理解与包容的深神。相比于浪漫，爱情的另一个层面是相知。当两个人经历了最初的激情与浪漫，走过了暂时的甜蜜与美好之后，他们会发现，爱情的真谛并不仅仅在于彼此的浪漫和激情，而是在于如何深入了解对方，如何在彼此的不同之处找到共同的根基，如何在生活的点滴中彼此包容、支持与成长。相知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和默契。它不仅仅是知晓对方的喜好、习惯或过去，而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，理解他或她的心情与需求。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，爱情逐渐从激情转向稳定，两个人会开始更多的理解对方的脆弱与不完美，学会如何在矛盾与分歧中找到平衡。这是一种更为深沉的爱，它不仅仅是一时的情感升华，更是日复一日的体贴与关怀。这种相知的爱情，往往会经历许多的磨合。它要求两个人在面对生活中的重重问题时，不仅要拥有激情，还需要理性与智慧。它并不是一场华丽的游戏，而是两颗心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摩擦与碰撞之后，逐渐达到的那份深刻理解。相知的爱情是一种让彼此能够在困难中互相扶持，在挑战中共同成长的关系。它不再是依赖一时的心动与激情，而是在时间的打磨中积累起彼此的信任与默契。浪漫与相知，爱情中的平衡与融合。浪漫与相知，两者看似矛盾，但实际上却是爱情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。浪漫给爱情带来了激情与活力，而相知则赋予爱情稳定与深度。真正的爱情，并不是一方的盛大浪漫，也不是一方的冷漠理性，而是两者的平衡与融合。初识时的浪漫是爱情的起点，它让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，从心动到爱恋，拉开了爱情的序幕。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爱情的关系逐渐深入，激情的火花开始消退，浪漫的光环也逐渐褪去。在这个时候，爱情是否能够继续维持，需要的是相知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，逐渐不是依赖于一时的经验与浪漫，而是依赖于彼此的理解、信任与支持。爱情的真正价值，往往体现在两者的结合上。浪漫能够让爱情保持新鲜感与激情，而相知则让爱情变得更为深沉与稳固。在恋爱初期，我们可能更多的追求浪漫，希望彼此能够共同度过那些充满梦幻色彩的时光。但当这些美好的时光逐渐成为记忆，爱情是否依然能够持久，关键就在于两个人能否进入相知的阶段。真正深刻的爱情，不仅是那一瞬间的心动，更是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，两个人依然能够彼此依赖、彼此支持。这样的爱情不仅有浪漫的元素，还有相知的深度，它能够穿越生活的平凡与困难，成为两个人生命中最真实、最坚韧的部分。4. 浪漫的爱情，一场短暂的烟花。浪漫的爱情往往是短暂的，它像烟花一样，短短的瞬间绽放出绚烂的光彩，然后迅速消失在黑夜的幕布后。浪漫的爱情是依赖于激情的，它往往经历了快速的升温与迅速的降温。当初的那些甜言蜜语和无尽的约会，最终是否能够持久，往往取决于两个人能否在浪漫的火花消退后，依然找到彼此的相知与支持。浪漫的爱情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它往往缺乏稳定性，许多时候，这种关系是基于外部的吸引力或某些理想化的幻想。这样的爱情在最初能够带来强烈的吸引力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彼此对对方的了解越来越深，当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开始浮现，浪漫的爱情往往会变得脆弱。许多时候，这样的爱情关系在激情过后变得空洞，最终无法走到长久。5. 相知的爱情能够穿越时间的深刻情感。相知的爱情则是一场持久的陪伴，它并不是一场充满烟火的狂欢，而是一条平静而稳定的河流，日复一日地流淌，无声却深刻。这样的爱情并不仅仅依赖于浪漫的表达，而是依赖于彼此的理解与包容。它是一种深刻的情感连接，无论生活如何变化，两个人依然能够彼此牵绊，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高低起伏。相知的爱情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瑕，而是能够接受对方的缺点和不足。它是对对方的无条件支持，并且在彼此的缺陷中找到爱与理解。这样的爱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深厚，因为它建立在真实的了解与无私的付出之上。6. 结语：爱情的真谛。当我们问自己，爱情的真谛究竟是浪漫还是相知？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简单。浪漫是爱情的一部分，它让爱情变得充满激情与魅力；而相知则是爱情的另一部分，它让爱情变得深刻与稳定。浪漫和相知并非互相排斥，而是两者在爱情中的相互作用与平衡。爱情的真谛可能是两者的融合，在激情与浪漫中依然能够保持对彼此的深刻理解与包容，在相知的过程中依然能够保持爱情中的那份新鲜感与激情。最美的爱情既有那份最初的悸动，又有时间沉淀后的深厚情感。它不仅仅是两颗心的碰撞，更是两个灵魂的相依。在这样的爱情中，两个人不仅是彼此的爱人，更是彼此的知己和朋友。